F 利用 Dot Money 賺錢，通過成為一個 GCR 嘅流動資金提供者之後，任何人可以為全球貨幣儲備 GCR 工作。流動資金供應商購買時間發表，又或者係時間代碼嘅 Dot Money 可以喺一啲時間花費。時間代碼 Dot Money 係以優惠率出售，取決於有多長時間。買方持有嘅 Dot Money 會有一個時間守則，將來會使到買方喺一個未來嘅日子去花費嘅。通過購買同埋持有時間代碼 Dot Money， 流動資金提供者會幫助 GCR 作出一個 Dot Money 嘅市場，同埋維持 Dot Money 同所有 GCR 認可嘅貨幣嘅價值。任何人或者任何組織可以係一個 Dot Money 同埋 GCR 流動資金提供者，而流動資金提供者係有助於穩定整個全球經濟同埋實現 Dot Money 項目嘅有益嘅目標嘅。流動資金提供者提供幫助嘅全球貨幣儲備 GCR 嘅額外現金，並且係維持 Dot Money 同其他有 GCR 資格嘅貨幣嘅市場嘅。因為呢一項 Dot Money 喺銷售點交易係完整嘅，購買者擁有該記錄，並冇需要任何金融機構持有任何金錢，又或者代表買方去追蹤 Dot Money， 所以購買 Dot Money 嘅買家獲提供避免因為任何金融機構崩潰而蒙受損失嘅保護。目前 Dot Money 同埋全球貨幣儲備 GCR 仲未出售 Dot Money 又或者係時間代碼 Time Code。所有形式嘅 Dot Money 只係可以以合 GCR 資格嘅貨幣購買使用。暫定 Dot Money 發行日期可以到 Dot Money 網站 www.dotmoney.cash 揾到。你由地面上樓嘅唯一途徑，從發行 Dot Money 係要參加一個投資 GCR 同埋 Dot Money 嘅項目。如果要提供款項同埋顯示你支持 Dot Money 嘅話，請到 www.dotmoney.cash。